耶利米書第24章。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將猶大王約雅敬的兒子耶哥尼雅和猶大的首領並工匠、鐵匠從耶路撒冷擄去，帶到巴比倫。這事以後，耶和華指給我看，有兩筐無花果放在耶和華的殿前，一筐是極好的無花果，好像是初熟的；一筐是極壞的無花果，壞得不可吃。於是耶和華問我說：耶利米，你看見什麼？我說：我看見無花果，好的極好，壞的極壞，壞得不可吃。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被擄去的猶大人，就是我打發離開這地到迦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顧他們如這好無花果，使他們得好處。我要眷顧他們，使他們得好處，領他們歸回這地。我也要建立他們，必不拆毀；栽植他們，並不拔出。我要賜他們認識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神，因為他們要一心歸向我。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將猶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領，以及正在這地耶路撒冷的餘民，並住在埃及地的猶大人都交出來，好像那極壞、壞得不可吃的無花果。我必使他們交出來，在天下萬國中拋來拋去，遭遇災禍。在我趕逐他們到的各處，成為凌辱、笑談、譏刺、咒詛。我必使刀劍、饑荒、瘟疫臨到他們，直到他們從我所賜給他們和他們列祖之地滅絕。